还以为你们东邦人有多卧虎藏龙啊，就他妈4个人啊！我叫贺江，东邦人，萨克城的一名卡车司机。他们曾将我害进监狱8年。出来后，这个世界仍然在那些叫做幽人克利，也就是穿军服的杀手、拿枪的侵略者手里。我努力活着，忍受艰辛。货运就像押镖一样，打劫、克扣。他们觉得，其实我们东邦流民可以随意侮辱、虐杀，直到我们忍无可忍。